呀！各位聽眾，各位歡迎啦！到底你邊度學見嚟節目？見啦，即哇攞清18年咯，讓你想到攞清18年啊！當然是1月1號啊，今日即先正人冇去做工。Happy New Year！恭喜發財，恭喜阿毛發財，恭喜發阿毛財。對2017先都未開了，2018冇。嗱，你阿發嘅拗出來一發咯。所以啊，不會未亂。都冇介紹。對。別去開 Skype 㗎啦。呢個 off air 了嗰度，耶？都寫，哎呀，喂，都 on air。baru kata on 歡迎你嚟啊，到底溜掉啦，我未記佢啊。歡迎你嚟，你看爹哋啊，你好歡迎你嚟到底嚟，邊咧學見這禮拜咧1月1號嘛，แล้ว發財咯，阿毛發財，發毛財，แล้ว我咪講嚇，較濟人啊1月1號起嘅時啊，是要做 New Year's resolution 啊，咪去談啊。會減肥啊，會瘦啊咩啊，แล้ว成個我特別嘅邊啊，就看บอยลิงอ่ะหันเล้งตัวไหนกับวังกองอีอันจอดรถไม่มิวเดียวอ่ะsorry รู้จีเราไล่ตัวจีจะฟิตได้มาก็เกี่ยมปุ๋ย冇教過，佢未教過。รู้กันใน山ไม่ใช่อ่ะรู้小山啊หันเล้ง到咗山。風吹。รู้山啊看你รู้ไม่ใช่รู้ตัวไม่เจ้าต้อง打啦รู้เจ้าแล้วก็唔新啊啦，แล้วตอนนั้น嗱，你嚟邊下之類，第二類夾邊老家摩托零還零，哦，我到你。嚟定摩托零真係冇得人不肥，越減越肥嘅摩托零。越減越肥，你冇肥啦，你是大隻啦，好閃。你是講 VV 娃娃嚇？你話我是18條長衫啊，當然。你古早嘢是一支骨咧，當今是看唔出咯，我講。當然是自己骨，當然是鬼先骨骨，咦骨骨，แล้วก็เราเจ้า雜寶寶係你 Hello，大家好。會使看微娃娃三時嘅時候，有嗎？要辦哦，要辦過喲。哦，你講嘅是跳舞，我看過。得咯。咩就到？Facebook 那邊你去跳舞誒？我冇你叫伊係我跳下冇？你叫伊行，無人這 episode 是辦微娃娃 before after 小一下咯。我都係第八年就一杯嘅事，話係你 before 嘅咧三隻。對咯，你使行嘛 before after 真係就你行嘛。啊，你刷嘛，你倒減肥嘛？對咯，減肥嘛？你好。嗱，嚟啊！媽媽姑啦，媽媽姑。冇啊。了。我介紹你啦，夾邊冇啦，喲。冇啊，了是個有淡仔賣零看到，了個有叉粿條，未起來講叉粿條可能。Hello，大家好。好，了個有，唔講減肥就俾啲食了。那我不是做了外父啊！林，歡迎林。 5 minutes。แล้วก็หมดตัวรับเท้าตัวตีสายเป็นโอเค嚟เกมปุ๋ยว่าไปหาบอยเล็งก้องที่บอยเล็งตั้นกุยแม่ไปก้องอีกเกมปุ๋ยด้วยในสารเนี่ยลูกก็เกมมันมี我卡冇夠水。哦。แล้ว喺那時啊，我卡冇夠水，都安裝嗰時水。三個。腳卡咯，人講嘅腳卡嗰時水嘛。喲，小新啊！邊腳卡啦？OK，有 Asian 嘅查某咧，腳卡是夠水嘅，然後後美國嗰邊嘅咧啥 Coca-Cola 嘅 shape 咧，然後卡獨啲啊，一人 OK，一人會。外國人是。你是講 Asian 嘅雜包身軀唔是你Coca-Cola 嘅 shape 咩 ？Asian 雜包身軀是Lily Good 啊，上山嘅。放到 Lily Good，人講嘅水嘅。只是 Asian 嚟打波啦。Asian 嚟打波。Asian 打波係上山。係 chopstick 嘅。chopstick 冇啦，一個 Coca-Cola 玻璃罐，一個 Coca-Cola plastic 罐。
大細罐你1.5 liter 啊1.25 jumbo 你是人是 jumbo แล้ว我當只 control 嘅 diet。你講緊你 diet 條 control diet 是點樣consist方面 OK，成個講我當見我食一個 meal 啊 ，example 講嗰陣我食早起哦，食 heavy breakfast 係哦，食 long。heavy 係咪講下？就是講攞粒螺啲，了個蚵。攞粒嘅螺啲啊？攞粒土板啊。哦，我想講攞粒嘅咧。咖喱都，哇你真的。你是恐龍。攞粒嘅板，了個果皮，了個有oatmeal，了個食過你看食濟。了下晡再有食物件嘅，食麵啊，我無食飯嘅物件。了暗暝晡再有食飯嘅，所以想見外位啦。了當今哦，我想叫我隨一日班哦，我冇看 calorie 就基本都知啊。但是講一日內面呢，我敢若食1500嘅 calorie 呢，所以我有算嘅個了哦。哇，1500咪只少呢？你我每日都落檔，我當今啊40 kilo，是唔是？你散？我啦90啊，90個個減啊？我計減啊。咁我就做你 ideal 時候做。30。錯，30點嘢未使少。17啊，17啊，你看。17哦，OK，淡薄。我講3路啦。減10 kilo。三佬是36咧。36咧。然後就係買不多嘅4 pack，呢個啦。因為我之前見買4 pack 嘅哦，伊是 fat 晒呢隻喲。哦。嚇？我哋都伊不多誒，200多啊。200多。連有嘅時都唔是 fat 啫嘛，定嘅。阿 John 都看到無？有都有啊。迄個咯。其實有類似 fat 晒呢隻 fat，應該看到安尼一粒啦，淡薄啦，係咁 muscle 咯。有粒就好了咯。我一大粒。然後就其實我是6粒嘅一碗。fit 啊，冇看到。你講咩 ？Sorry， 我冇聽到笑的。我是講就其實愛蛋 slim 一個 fit。你看 lean 啊，你別看 lean。個 lean 淡薄。lean 了，該看到你嘅 muscle。邊 lean 嘅意思是安怎呢？我係 for 我 lean 是講一個結淡薄，你 shape 一個水淡薄，唔是邊都就係係個結淡薄。lean 入面是無油咯，你油較少。啊，成個結，話你是成個 flabby 啊，你看無面辣呢？我愛是個 shape 淡薄。我係是專門是 fat 嘅了呢。OK。按照你是有誒，把它煮來煮老啊，只看 comment 的啦，diet啦。我當其實我愛啉水呢，你愛啉夠水濟，就是講哦，一日啉哦，你特別啉3 liter，特別哦，我等陣我就留啲車那邊。報對關子啊！了冇對關子喎。阿妹，報告個阿妹啉水嘅是愛慢慢啉嘅，sip 安尼款啉。哦。你做咩？你唔知做咩？你唔知你做咩啫？然後 OK， 所以你特別慢慢啉。我教啉水特別講得背。你是 water retention。冇你個。特別我只教知。你冇 control。我冇只教知。啉水是水油嘅。我幾kilo啊？啊！我唔知我條 convert 就等陣啊，我講成我 convert 我繼續講。你有冇啊零？你生埋零冇會生意咯。control 啦，下面物件，你特別食卡波本，唔是講嗰兩物件袂使食，你愛食 protein 本食卡波。你特別按照 control 㗎，你生嘅是生到啲腰，唔是到啲零嘅。按照會知講，佢哋食物件後面保衛生呢？你知哦，啉牛奶哦，當今嘅牛奶是會做乳肥，你知哦。
伊疼啊對啊，這知嚇。叫咩古靈啊？古仔 compare 古仔古靈嚟講啊，古仔古靈是較好嘅，較 healthy 嘅。當叫咩古靈哦，就好多肥嘅 fat 些，所以我見你 fat 是多丁邊 ，OK？多丁邊。OK。古靈冰。我多丁邊參啲 bottom part 就是外卡下邊嘅。就是我較正經 fat 是多啲落餅啊，當件是 control 我大嘅。哦，這是講已經在講是 gain A 卡餅嘅啦，所以你會 pattern 寫咧，我就說你33嘅磅面啦。對。我甲你人講一個diet，有陣我 try 過一針嘅啦。有成功哦。食肥嘅物件，食成功，食肥嘅物件。食咩？食肥唔啦。袂使食 fat，食 fat 食到我斷肢，快放袂出。low carb。唔是low carb啥，就是跟你diet，冇 carb 放鬆。OK， 食嘅。我知我係幾多啊？呢個跟你diet。哦，幾多 ？OK， 知。哇，食個未當使，我食個，特別食成日2 kg 冇去啊。應該是我到位嚟嘅冇去嘅。你無你被 sustain one thing 是新嘅嗬，你可能執對嚟。嗰個解啊！你83.5 kg。哦 ，OK 啊，冇重啊。我變只幾多佬我諗係是100幾嘛。你係講我淡薄。毛蘑菇啊？毛蘑菇你講啦。毛蘑菇講嘅話。毛蘑菇講。啊，總只講呢話，我看到總是話總只講呢，我係食。你到底食錢時看到呀？對。食錢時，你即係人就講，人看到我真心嘅時候，唔垃圾到我較關佢。我 imagination。我講緊關呢，我學佢。啊，即係毛蘑菇，即係咪是關林林你落關嚇？誒，林林，I thought 我講句話啊。冇啦，我食 A 嘅。哦，喂，我估個 A 啦。我都嘅你只單位我 impression 是咁你講句話咋？我哋，你就當你落去，啊？哇！你落關，150個。哦。冇人 A 句話。你比賽真係重哦。望比賽真係重哦。哦，啷個 BMI 上面希望 BMI 貴起只貴咯。BMI 比幾啲 number 嘅，應該是。馬都加減落貴啲呢。咱特別 under 簽個啊？係啊，咩事啊？咩 overweight 咯 ？overweight 10 kg 啊 ？shit！啊？呢個當冇可能嘅，你講。103.5。你揾103.5啊？你講我星星啊？哦。哇！炸起寶只稱啊，去買迄個 digital 嘅，看到。103.5，是啊，咱特別減7 kg 啊。我冇位啦，兩啲鬼。喲，其實咩？我就是要做這diet，就是我未散，你我直接跟食數。你特別看咗我冇位咩？有啊，你看冇咩知哦？你不到冇啦啦。你講白嘅我個食啦個。我聽到啊，一杯啊，一部衫對馬來西亞好，特別對馬來西亞好，就杯啊，對嚟就冇減掉，一個佢對馬來西亞個夾杯淡薄啊，對嚟個冇減掉死哦。that's why 我明年冇對，啊冇今年冇對，就是可能18年。嚇？你我杯嘛，上杯我未對啊，我杯機未起。唔係。你坐 business class 啦。唔係你講驚死人。背住刀對嘅地條20-30升啊！你馬來西亞。แล้วแต่เสียงคนรู้ว่าแกเกี่ยมแล้วต้องมาไปเที่ยวชาก๋วยเตี๋ยว我ไปเที่ยวชาก๋วยเตี๋ยว講明明ไม่มี搞啊但係แล้วว่าอีกสันชาก๋วยเตี๋ยว嚟教我講哦減肥啊減肥 actually 我細漢肥嘅當減啦我 try to 減 mostly 嘅肥嘅成功佢減肥啦我咪想我是減一半肥三半嘅話嚇是安尼款咯
所以有幾道有成功過本啦，然後我有去看 internet 啦，看到咯，看這個看下你啦。所以第一簡單嘅 explanation 是，伊是講你若是咁 consider 人嘅身軀是一頂車，你接負擔嘅嗬，然後你去行一 round， 行10 meter 呢啦，然後你個再愛拍 another full tank 嘅油。因為冇位接咯，所以你就俾夾一個較大嘅餅嚟滴迄個線嘅油啊。如果你burn少少嚟嘛，但你愛拍較濟油嘛，所以 it's just 你就是 calorie 咯。所以真簡單嘅，如果真濟人講加真複雜，這個啦，下個啦，這個 diet 啦，這個 hamid theory 啦，即係真簡單嘅 equation 嚟。你是接咗濟，就俾出較濟，然後就會散了。特別你老誒嗬，你接上嘅字啊，特別你不得出嗰個字，你知道你 thank you 啊，你寫 thank you 啊，時所以你特別你接上字嘅字本好，你不是拍10塊油嗬，你基本是冇夠低啊。本加慢咯啊。哦，所以你特別 exercise 嘅字啊，嗬，你不食較少嘅杜蘭嘅。所以你個代謝變慢嘅嘛，是哦。對。metabolism 因為有一個 professor，university professor， 但係做美國嘅啦，伊是干那食 7-Eleven 嘅物件咧，所以 7-Eleven 嘅物件是無講真 healthy 嘅嘛，但伊是算伊嘅 calorie 啦，伊算伊接嘅 calorie 就是出嘅 calorie 就是，所以伊本是會散，because 伊算嘅 calorie，even though 伊食係無 healthy 嘅物件。特別你散嚟講冇 necessarily 講是 healthy 咯，對。冇 necessarily 是 healthy 啦，but then 看你馬哥啦，看你有咩馬哥？macro 你看你愛安怎？然後你個超化，你做咗啲 protein 啊，做咗啲 carbs 啊。我愛辛苦咧，是我半段做教嘅時候。你去做 plastic surgery， 你去做乜嘢嚟？你係 six pack 啊？我冇 necessarily 愛 six pack，我要俾三年。原來是有我咪愛。我actually 係我 six pack 冇要緊嘅，我就朝頭衫嘛，所以我做 exercise。我腰就背，我腰就錯。真係艱苦啊 ！six pack 你就俾 maintain 哦 ，maintain 啊，成日真慘。嗱，嗰粒是指愛數啊。我今日知咯，我今日知冇 six pack。冇睇啊！咁你腰有啫？我腰30個寸啊。OK 嗎 ？OK 嘛，你講俾個我，佢俾講，就俾佢俾講，ambil paling besar ya。哦 ，OK， 所以我咧冇想，我是對我啦，我自己，因為我平常時是，我覺我自己穿衫，我自己嗰隻自己咧 slim fit 嘅衫個褲，然後是背嘅時候 ，everything 嘅แล้ว變咗把油一陣嘅啦，成個立牆嚟去哦。แล้ว米其林แล้วเป็นโจว่า感覺到佢較背咯，因為我見前係一種嘅衫數，แล้ว我背嘅時冇索衫，我個時間較索，係我本事，所以變咗我變咗我嘅 pressure 佢較重哦。你那是講我無情索隻背都看出來，都是啦。然後我個未走嘅我面當然靠我面嚇，我當然是180幾磅，咩事？我是到底我係 big 嘅 weight 啦，我大概 kilo 10年啦，面後我 kilo 睇下，我當然是我到 big 嘅 weight 啦 ，hopefully 我清10年是我係減到差唔多個70個 kilo 你可能，希望啦希望。70個咯，你管冇錯了啊！誒，等我試下，頂當時我是一個我 ideal 嘅 weight 是160個到170。半啊，pounds 半啊，等我看是什麼啊？160個，160個半是160個半是74.8咯，所以70個咯。乜個嚟？乜你講？喲，真散呢啲，冇標準身材。我就是特別我冇 muscle 我唔是成個講你人獨節啊，你看啊，所以獨節啊，你看你會使較重啊，
特別你個 still lean 個，如果有 muscle 會較重嘛。特別我就冇咪做 exercise 嘛，所以我生嘅時候我本冇講成 muscular 嘅，特別我身軀看我爸爸看，特別我唔是淨係講 muscular， 我是白嚟，我是腰嚟。你嗱買 exercise 就是過嚟幫晒啊。我 body 就係 fat， 當今啊老嘅時伊係 fat 嘅了啊，到底 store 到底病嘅了啊，即係阿波啊，特啲你啊。特別我面就胖了，所以叫咪咕。我面背胖了是落角起，我身軀嘅位啊，這邊阿毛管落起嘅了，另啊腰是點解啊？腰成日熱內你帶咧落地拖出來，因為請眼靠沙眼嘅時候，哦，馬fin刀嘅撲出來啊，喲，未得閒啊！誒，仲你講到阿山啊，我頭都啲阿多是啊，見一間有白啦，當見話有陣時山有陣時啊，我每日都山一個一隻屋啦，隻面喺呢邊山阿多咯，阿多，飛機啊，阿多老椒啊，老椒誒，有啲人講俾個 VV 我就冇想啊，你接空啊，板房，接架隻空，แล้ว插佢條。你個講，แล้ว你自己，你講你接落嚟自己本過掉，你嘅 weight 啦，冇我接落嚟本背嘅，然後我接落嚟本弟弟講愛減肥，所以我點話我就，你當然就冇背啊，我背，當然背 consider 背啦，你自己嘅你 history 啦，成個我自己 history 時候，我現在是貴啊170個半。180半 Q 就算背嘅，你那時我170幾嘅時個 OK 個。你講佢 ideal weight 都是180 cm 滾嘛係嘛？佢 ideal weight 是75 kg 嘛？我把你個170幾啊？170 cm 呢？然後我90 kg， 你講我背冇嘅，你170是你 ideal weight 應該是70。40隻？70啊？哦，清差你少呢？原來本是食啦，本來我當俾我 ideal weight 20 kg， 我都20 kg。特別我想到就是我當時是想到，你講20 kg 10 kg 嘅時候到，哎呦我咁賣，我就走去食。我就是碎含食。我嘛是啊，人食啦，尤其是 Asian 啊，食好食有滯哦。人食較要緊過人誒。我話你講啊，袂放工呢吼，你腦度想講食咩？是咯，因為我每看，我 plan 好勢。OK，我每次聽看伊想法，真係未必能夠買一零學啫，買一零嘅你安怎？你未想講想食咩？我愛食叉燒啊，燒巴啊，你愛水嘅。愛水咧，你就買去上啲啊！我是愛，但係我是愛食，這個我愛水咯。OK 啦，你愛食叉燒係物件嗬？即係攞地。你要看先，啲卡路里就濟。哦。你裏面你自己講 ，OK， 成日你自己你干那食兩清呢？你特別再講 ，OK， 你食就這啊，一日食就這，咁樣物件特別 calculate，咁樣幾係好勢嘅先。誒，我講聽我做，我伊有啊。你嘛扣起嘛，扣較濟嘛，你個食千個呢？安怎過去？千個，因為咁了人嘅 body 哦，伊有家己會消化嘅，快會消化就濟呢。但我當今嘅身軀哦，我會消化1300幾呢。所以你若是甲骨力我教你 body 是毋是甲會消化物件咧？對啊。然後你 Asian food 係你按照 calculate calorie 你按照辦法咧？如果食濟樣是 calculate 甲 Western 嘅。internet Google。咁樣冇啦。冇你去買硬鋼，你去買硬鋼。誒，古早我玩你看啊，我 download 下你 app 啊。啊。準時有山啊，但你再放下你。
鬼啊放生是哇，咪咪根本食。就是我就是你就是甲我想，我頂到是本是有看我 calorie 就係我 iPhone 咯，我食下你2年啊。有冇你食項物件食 important 嘅，我食個啉料，我無啉料。哦。你食是會肥仔哦，你食一罐啤啊，三間你講你啊？我一開錯爾死啊！哦，一丁。啊，你食就食calorie啊，有這。1700幾嘅calorie。哇！是幾碗嘅飯，是幾碗嘅飯，寫是2碗嘅是碗。一碗雲吞麵有這 calorie。好啦，一碗雲吞麵敢若400幾calorie呢，叉燒雲吞麵。我差我你冇差不多食4碗去。後邊我食大嘅喎，都。媽咪，幾支哩喎？媽咪咪8百咯。誒，酒未使食，係未使食酒。頂到我知道我做第成功嘅第一啦，我就是希望要 start 咯，就是我食是，你我做到成功，我身隻借你知哦，身價我165個半，你看你知哦，特別你特別 maintain 掉咯 ，maintain 是講我超寬嘅時候，其實我就對馬來西亞人我就死啊，因為我破道時候就對馬來西亞，就開錯啊！然後你破道咧，唔是講是食，我係 habit， 我要食落蔗啊。然後我係想見你咯，我係想想講我要食咩物件，可能。然後我聽到時我食我爸就是你叫我講食一項，唔使食這，唔使食啊！我算 calorie 本嚟散，特別我算 calorie 嗬，我成個小氣，我成個小氣，我頭腦係咁樣看到物件，覺得是 number 啦。我都唔識你講樣，唔是我朋友掠到我呢，我自己無啦啥，你睇講。貴下咧，muffin 嘅店啊，你話味道下咧，伊味哦，但是 bakery 啊，喺我暑假嘅物件，我看了，講看掉。冇，我是講你看夠了未？你係食去買來食啦，咪按款來食你呢？人哋食物件，我愛食，我看掉伊，我斷掉。你個好，你個冇食，你個好啊！我愛食，我真愛食。我是看到，我是我特擺我看到咩物件，我 food 然後變咗，你知我只 enjoy food 你嘛特擺。你上擺我食你看只個上擺我無 enjoy 我 food 去，我就想到 calorie 呢，我就想我就驚食講只小隻，回頭啊！然後變咗我自己成個小件很咗，然後我成個 Bruce 同我講到成個只 obsession 很起咗就，然後變咗我想只無歡喜，你只特含物件，我 feel 到成個只 failure 只成個，哎呦，我只實際啊，我含物件你看，然後我就走有時之時，我有一 training class 啲我，即我當機唔揀定即把你講嘅，樣都是成日成日 encourage 你食較 healthy 嘅成晚條，誒你假如人哋食，後嚟咧我做我就只成功，啊個2年，看了破道了對馬來西亞10派去咯，然後我以前做食就一時食一叫你食嗬。你講頭大嘅是唔是？有只，不是食對，一直都咁啊，唔多12兩，多食，對，慢慢咁樣。寫。所以，你嗰隻一得攞兩六點鐘，聊。以前咧可能，以前講甜嘅物件咧 ，dessert 咧，你會使食。特別你食去 save for special occasion，成個講一個節入面你使食攞刀，你看。即 dessert 啊，切啲梗係識食。切所以特別你食時，你唔係識食上隻，你是識食。一時裝，一時扣巴。我都咪食，我肚爛。一時扣巴無巴嚟的，所以我食時呢，你是你一日食，一個 normally 啦，一日你會使食，等陣時講你會食你有食早餐嘅人咧。一個你 train 成嘅，然後你 train 看你早起 instead of 食 breakfast 呀，你食10粒15粒嘅土豆，你食嘅時候，你就要減掉啲土豆先減，食久嘅就15粒土豆，你要食10分鐘嘅咋？知道啊？嚇，所以你食嘅時候，一做你嘅，一邊做你成個你 satisfy from 你土豆，你食啲土豆味慢慢爆，10分鐘過啊，冇休息啊！你都冇食咯 breakfast。你問你吹啊？你啦係把佢啊咪食。冇你是一成一個係 satisfy 你，一成你成個你 craving satisfy 起啊嘛。等陣 ，sorry，伊個名叫咩？伊個大人。即叫伊是叫做叫咩啊？
not sucker. naturally thin naturally slim naturally slim Naturally slim. Okay 吧，你睇。แล้วอีจะ course 就好累嘅，特別我做工嘅嗬。แล้ว是你食了อี這是อี想一路你 hunger level 有四個 hunger level 嘅，hunger level number one 呢，就是講你成個把你食飽嘅時候，所以你冇腰咯，你冇個 hunger level number one 是講你冇腰嘅，แล้ว number two 呢，你成個感覺就一隻淡薄物件，特別伊唔是不得腰，你是成個吹個帶嘅。Number 出幾坑嘅 number three 咧，隻鐵頭。number three 咧是淡薄腰啦，成個你不得腰，你就被食啦咯。然後 number four 咧，就是你腰龜頭了，伊叫做 hamster hungry， 你食你 hamster 就幾驚去咯。แล้ว你說你特別成個在講你 training 時特別寫起來，你當然被食嚇。你每看，你到底是係咪 level？ 但是講你是 level 3，你就使食。tapi 你未使幫個自己搞個 level 4嘅行嘅，所以你就被 train， 所以你就講 OK， 當佢我不得要是，有我想食咧，還是我有不得要，較濟，伊講你第一搞 gain weight 就是 level 2嘅食。level 2是講你食卡啊，是食飽食卡嘅嚇，就是咁了是變做 fat 去咯。แล้วเราจะเกี่ยวเราจะตั้งกันเลยจะจับปะตอยาวสิแล้วเราก็จะเทรนเลยตั้งนู่นแหละสิก็เราจุกการกูจำเสียมาจะไปเตรียมจะ lunch time เหรออีกก็น่ะสิก็รู้ว่าก็จะไปเตรียมมาเนี่ยสับปะตอยาวด้วยใส่จะทะเลทอดเต่า咯จับหุ่นจริงละมินจะด้วยจับก่อนแล้วไปทอดเต่าแล้ว diet over แล้วเขารู้สึกก็ทัวร์เก้าสิบเดียมไม่สิเราก็จะแล้วรู้นะสิใส่จะอีใส่สิก็จะ H2 orange 是 water 水掺淡薄 orange juice 啊，อี成日唔使是一分的 orange juice 啊，八分的水，哇！一淡薄水水淡薄嚇，淡薄水水清清水水 ，OK 啦，成日 refreshing 啦。แล้วรู้ตัวลิมให้เลยจุยนะสิรู้ปตอยาวสิรู้ลิมให้เลยจุยแล้วรู้ตัวrehydrate แล้วรู้ตัวเบียาว你看啦，那是伊講你食了你注意了過一陣分鐘，你 still 個腰你就去食你十了頭頭咯，十了頭頭食個腰嚟講係，你去食你面，但係面就是你是 level 3 hungry 啦，伊是唔知嘅時候，你成日頂到我做一集咩？我係再講我是 level 係咪 hungry 嘅，所以我再講我是 OK level 2，我走去啉淡薄我 orange 注意啊嚇，然後就伊就冇咗，你成日一成驚，可能其他冇見啦咯，แล้วว่า做好嘅時候，我生係正呢，我生那個20個半啊！哇！แล้ว啊，個體檢特登嘅咧，我哋拖到是嘛？I work out 嘅冇，係你大約。免 work out，特別你 work out 咧 ，of course 你較好咯。較快啦！你你拖到是係咪款嘅拖到？你拖到嘅先。你拖到一粒就係 roasted 拖到咯。你問金白瓜啊，金白瓜。我是 level 4，大家講我 level 4啦，我未食啦。就是，你 level 4咧，你知唔知 danger 是 level 4是因為你若是單講 level 4嘅食咧，你 overeat， 因為我你講咩？將個隻要緊嘅物件就是25分，你一 meal 都俾25分鐘食，用25分鐘嚟食。So 你意思講樣 suggest 你 meal 是成個一個 fistful 嚟大，成個一個你自己超呢，แล้ว loosely held 嘅 fist 嚟大，特別係你食 after 25 minutes 食，你 still 腰嚟講，你特別 honest， 你唔使講，哎呀冇插我個腰，我條到食沙灣嘅撈麵。個夾背啦，是你度你人咗一個分鐘時陣，你頭20分鐘嘅時，你食半時，你秒個咧，你特別 break 咗一半去。所以你細個你有你要食一半半啦，三倍咁樣你嘅啦嚇，你分一半，你食 half， 你 half of 你 portion 咧嚇，特別到啲10分鐘裡面食 stretch， 所以你特別慢食，慢播。所以你食第一味素，伊講你成個食是成個你要 try 嘅煮裡面物件有 recipe 是蝦米物件嚟講，食看伊食到裡面有蝦米味啊，有蝦米物件烹料啊，咪看，食10分鐘了後，下5分鐘，袂使食，你就要放啦，袂使放你 food 放掉，特別你唔是講，特別你袂使食，成個講
頭我實時啊，我只只誒一分鐘了啦，10分鐘裏面只了面嘅我一分鐘攞出只了去啊，特別你未使我你特別 stretch 啦 ，stretch 你呼夠10分鐘，然後吃9分鐘，你使啉水係咪？你吃9分鐘，係9分鐘過後，我再 continue 食，你會春，你會食到這，你會食個了，你就食個了。Most of the time 我講我去食 burger， 所以特別你 food one thing， 你愛食蝦米 food 會使食，所以我冇除了甜物件，除了甜物件，你食一個月使食兩三道。chocolate 咪是甜物件。我食 dark chocolate 都。我你只是食了 chocolate 啊？哦，我蘑菇啊，蘑菇啊，唔係，我係食杯啊。一時夾杯，一夾杯。Kana buat yang lain buat. 我平常時我食 burger 嚇，我去店我食隻 burger。哇，安怎去 separate 一半？我當時變咗食細粒嘅呀。我 burger 咪成日看咧，安尼大粒咧，唔講就大粒。然後我就切，都做切做絲，切做絲地 quarter。所以我食嘅時，我就食頭一個 quarter， 不頭first quarter 食嚇，食到 within 10分鐘裏面，我食耐 quarter 去咯。然後我到啲restaurant 時，我就 after 5分鐘過，然後我食 fries， 所以我佢串 burger 佢串半粒過對處。你我食就是罷了啦。我罷了 satisfy 意思講，轉來頭腦特別20分鐘嘅嚇，你報到飽無飽，梗係起來頭腦有。所以就是講你斜講食嚇，你袂帶到飽，你都已經食了咩？Actually，這裡是有影，我本身嘅 experience 嘅。但係啊，你揾少對嚟馬來西亞賣了。我冇啊，我食包燒。你食阿米按咗半，你等個就對變糯米去咯。尤其是食到點先起咗呢？等冇食到點先是你肯食就袂了，金手落肚慢手食袂糊了。就是啦。你去食豬叉，佢哋人會講買走啊，食那個。買走啊，買了啊，是不是啊？你講啊，我你食咗啊，半糊啊，豆腐半地。半地另外係。你炒菜糯雞。三條青，八糯皮啦。特別冇，所以我食，還是我食嘅時候，特別是我嘅生，就是因為伊 ultimately 本是 portion control 嚟 ，ultimately 就是 calorie intake，特別伊嘅 method 嚇，甲無安尼，我未小氣啫，我未想講小氣，我是想講 ，OK， 我要食嘅時候我慢慢食，我慢慢 enjoy 一個。半粒嘅 burger 我慢慢 enjoy， 然後我再講我吃5分鐘以後咧，我個吞食我嘅 fries， 特別我食我嘅 fries 嘅時候，我已經quite 飽了，還是 because 我點時啊？我嘛講你都吃5分鐘接項啊嘛，咪是飽咯。對。你咪是飽了嘅時候，我就慢慢咁嚟食，然後你想鹹嘅物件，你食了後你 slowly 慢慢食後，你佢食到一味熟嘅啦。one thing 啊，我食趣味嘅就係咩啊？我只係食物件嘅了啊 ，feel 到物件真正鹹，因為你慢慢食嘅時候，你食到伊味素啊。伊講你第時是你爆物件是，咱冇時是爆，無咪食到伊味素，咱就吞咗嘛。伊這樣你爆 ，because 你特別10分鐘嘛，你爆是，伊講你特別 candy food 啊，去 every corner of 你喙，你當 including 一啲，你當一啲。所以你慢慢播，我講你聽，你 try 啦，你免 try 一個節，你個 try 一節就好啦，你食 slowly 啊，你 try slowly， 你看看你食到嘅物件，我食特別我食 burger 啊，還是我食蝦米物件 anything 都好啦，我話曬，哇，伊味素成個較 intense 成個去咗，伊成個嗰粒物件成個伊味成個 flavour 成個正啊，係。你講係你切啲攞節啊，為你食 sugary 嘅物件，是啊，你本該分做一半。啊，對，你食係是你是袂使食，你是袂使食。OK，今日我 lunch 是 cheesecake 啦，你袂使食。你成個講你要知講你要食嘅物件好，嚟成講你要食，嚟些一碗嘅麵。你今日你要食 cheesecake 嚇，你 instead of 食平常時你食幾碗嘅麵嚇，你食半碗，so that 你 after 你5分鐘，你時你個吞食你嘅 cheesecake。
明白哦？So 你愛食嘅物件，你甜物件，你本是 work it into 你 meal 咯。So 你成日5分鐘裡面，你特別食用啲佢哋 time 嚟食。所以有成日你搞試多單下試面嘛，未到 sugary 你甜嘅物件俾晒啉。甜嘅物件俾晒，你愛啉嚟講，你咪 treat it as 你嘅 meal 啦。係水落去啦。就你 meal 啦，咯。意思講 why waste 你嘅 calorie on drinks when you like to eat？你講，所以意思計。伊講我伊講你你其實叫啉 beer 數。你是買啊！伊講 I rather chew my calorie than swallow drink a calorie 啦，意思講啦。伊 explain 嘅事啊，伊講你愛咩使，你愛啉嗬，問你啉咩事，你咪是你咁掉一邊。面包熬，咁一邊面包熬出呢多條打包嚟，咁我日都做。咁就邊變做抓起，變做拎。你毛毛狗做咩？伊做邊煎飯 fries 啊？毛毛狗做咩？煎飯 fries 啊？一啲做咩？哦，一啲做，你講咁背你那啲做，一啲做咩啊？唔知啊，講成個煎物件。做咩嘅喜歡椒啊？好了哦，哇！你一直讀為什麼你做咩？毛毛狗你做咩？有伊迄個過來嘅大奧呢，你咩嚟？我看做咩？sausage hot dog。sausage 啊！hot dog 笑咯，好笑。好我看過咩？你一位什麼？你一位你啉你水什麼？你過來裡面。過來什麼？嚇？你叫我看，你要 unmute 先。你 mute 掉嘛？好看。伊到底 fried dry 你 air fryer 嚇？air fryer 裡面 air fryer fry 係咩？sausage。你冇聲嘢，你開你麥看。sausage， 你開條了啫5條。喲，我9條啊！我當今我個人講嘅係我覺得 inspired by 這 idea，maybe 我可以 restart my diet 嗬。哦。阿伯個個是背近看嗬。哦，John 特別。想講啊，我問之後有陣時間好嘅時候，哇！那俾我斜講之喺度。哇！你 naturally 我唔是斜講之咯，我當今你你喺度問佢叫學嘅名咋啦？睇你旁佢咯，就食。特別我教我媽係我對馬來西亞時陣時我食咧，我媽講哎呦，該打拉路呢，我考慮食啊，你看。是啦，你真係病嘅，那 parents 看到你是做咩做破病嗬？所以我知道對馬來西亞時我食啊，我對馬來西亞時我做嗰陣時我我教我買人公司哦，所以我用食物件是 order 往3啦 ，order 2項物件，我公司食，安尼好咯，แล้วก็會搞掉淡薄。然後湯嘅面嘛是就會平起來咯，平嘅面嘅唔會碰嘅。對哈。哦，你有話只係是個落住佢。少叫福建面變福建粿條片嘅，碰嘅。特別你知唔知 ？Actually 嗬。伊個 method 是按摩 method 咧，我同你講咩數？伊即個物件我做未夠嘅，就是伊講人嘅食物件是嗬，人嘅 taste bud 啊，會 taste 一個你若是 taste 一個 flavor， 唔是 flavor 咁嘅，一個 taste 啦，味素，一項味素來 taste 咧，你會頭腦會較快 satisfy 佢你參掉，人哋講參掉是一部咩 taste 咗，係咪物件鹹啊、甜啊，所以就知。所以伊人叫伊 advice 是安怎食嘅事啊？伊講你 categorize 你 food， 你嘅 broccoli 一個 carrot 一個，แล้ว你嘅雞巴一個，แล้ว你食個了你雞巴個了，你食個了你 carrot， 你食個了，伊唔是講食個了啦，伊是講你當食掉一喙，你剝掉時，你剝掉時你袂使
成個話是成個我被參淡薄 broccoli 參淡薄 carrot 個參淡咩係接全部咯對，咱是關事。我食半聲你講你我就是講咧 Asian 未，伊講未使，伊講你特別食你雞，食你雞 ，OK 你不係是你不食 carrot 是你係，แล้วก็去食你 carrot 食那個咧，伊講你 taste bud 較快，你頭腦較快 satisfy 咯，伊講啊，特別我未喺你我做未夠老實講。我等啦。成日都食麵啊！你講都食麵啊！你食嘢咁多條咧，我教你嘢你人，但你講咩？你加燉蒜，你見麵嘅加起來成，加一塊起來，你係是黏你藤成，黏你藤咧，後即係豆嘅，經啲豆嘅嚟食，那可能佢嚟加係麵接你脆嘅啦。因為當家己做 salad 半好啦，你攪住隻冇可能都半晒，隻 carrot 嗱攞掉嘢挑出來，挑出來，我就是講阿摩只卡用半咯，你就樣嘅麵嘅啦，一般樣是另外一行煮嘅 protein 煮咧，伊即另外煮啦，特別我呢一部好呢，我感覺條本咧慷慨就是我蝦米物件會使食，我飯會使食，我牛肉會使食，啊不肉會使食，魚啊雞啊油啊白油蝦米個了會使食，啊 fries 個了會使食，啲 only thing 會使食嘅就是常食嘅就是啲物件，攞是久久就一道。actually 我是差唔多一季節一禮拜就一道啲。特別 every day 都是會啊，食物件會使食。冇聲嘅。哈，你 try 個一日就好啦，啷個 report 我聽看，你用 rasa 掉去味素上個較 intense 嘅，你食個咧你鹹嘅物件先較鹹，較香，你食掉較濟 flavour，你啷切公子嘅時候都超過掉。Monday 個 start 啦嚇，你個什麼愛食？nasi ulam 咧， nasi ulam healthy 啊，nasi ulam 幾好誒 ，actually，你去食 nasi ulam 嚇。差唔多隻較好食啊，你食半區。會使，特別我是講你若食 nasi ulam。半區成較牛啊，你講你我食炒當然，不 nasi ulam 啊是幾好食慢慢嘅物件。actually 平常時我食 nasi ulam 我冇食慢慢嘅，你食到慢慢時你食到一鹹糊味，一香味，一 grace， 你食到一我食緊嘅喎，我係數。我食安尼食半。睇物件？茶米粉講咩？茶米粉講nasi ulam 你好食。好食，我跟真nasi ulam。我是個食咯，真無很真。但係我食緊你都係有攞啊，真正攞係數。我平就。你都俾佢咩紙背冇攞啊？脆紙。攞。nasi ulam 你攞咩？上擺嘛？你做咩下上擺嘛？叉很少咁樣。誒，慢慢食，你慢慢煲，你 try 下，你咪再食 nasi ulam，你 try 下。少啦，很多都得嚟嘅，很少嘅慢慢煲啊。啊，路人啊，啊減肥嘅人啊，攏係無 category 入邊啊，無 buffet 了嘅咯。依個假如真係 buffet，依個假如真係 buffet。係啦，未食 buffet 啦，得是虧啊。等你假如就 buffet，夾毛毛菇啫。你講你去搞時候，你脆呀嗦嗦起來。我是免食啦，都俾人哋食你自己。不，有嘢我講笑呢，有嘢我假如 buffet，講你 buffet 嚇，伊是假如面的，伊講你消化啦，咱是 buffet 是 Q 就食嘛。伊講你咪做，你換你mentality，講 instead 看按quantity，講看做 quality，講你睇緊5項，你第一時間食係物件，一食係5項物件。所以你我都唔知係咪好食嘛？咁波聲嘛？而家知到攞一個5項啦。你second 撈過嚟嘅，係你好食嘅。所以你create 一個大嘢，人成日摸一部俾正冷嘅心情。足蛇食，七幾條叉米粉，新加坡當然住地好食嘅buffet。我嗌，係咪 buffet？ 係咪 buffet 本有嘅 weekend buffet？哦 ，actually 我係company 拜住有 Christmas party 啊，有時去一個 buffet 啦。人講佢是正好嘅 buffet 啦，有 lux 沙 LUX 伊laksa有 main lobster 嘅。哦，我想講伊 laksa 咪係沙本呢。只有情記啊 ，detox。即係台灣講
就是怎么講物件食三碗，你係鳥豬啊？鳥豬，食爸爸一數。應該係是 forget diet 啦，禮拜二。係啦 ，forget diet。毛毛菇。Yes。你攞 research 看下，我頂住看到一個人到底喺台灣嚟食，一隻真正阿達嘅點心。特別真好食喎，特別真貴啦，特別伊真好食，伊做啊好，伊真 creative 喎，唔知叫咩我未記啊，點心到底台灣嚟。台灣嘅大台北哈，台北位，特別台北位啦，特別伊只出名，伊到底伊只你除阿達 high class 嘅點心，是阿豬豬嘅謝霆鋒嘅 restaurant，謝霆鋒，我唔知喎，我未記啊，等我去隨看，謝霆鋒係咩？係咩名 ？Nicholas 啊，我知伊做最係講佢係咩？伊是有 Michelin 嘅 grade 嘅喎。我想伊講鼎泰豐。冇，是鼎泰豐，鼎泰豐你辦嘢冇講就貴。伊做物件好，伊真正伊 OK，所以講伊嘅包嚇，只水伊嘅包嚇，一來是成個香膏，然後呢就你知咱香膏嘛是要拍叉頂面，有一種嘅香膏啊。你是大家青啊咪青啦，伊頂面刮落刮，然後呢就特別伊嘅包嚇，伊是裡面伊是流沙包嚟啊，特別伊裡面嚇，伊外口伊係 chocolate 你知道，所以伊時候哥哥嘅 powder，你一看起來成個 mushroom 啊，特別 actually 裡面是流沙包嚟，伊做只水只精緻嘅啦，等我去隨看。你是看 YouTuber 去食嘅？對，等我去隨看。My channel 啊，對，你看到。My channel strictly dumpling 嘅。My channel， 我講聽人講了，我不看伊 channel。我講聽人講了啊，背嘅人啊，唔是講背啦，唔係講背啦，咱有迄個 problem 嘅啦，咱 problem 就係愛食吼，真正是個看你 YouTube 食物件。是，我跟你講，第杜蘭就是阿妹，用時在點半，到明朝去看，好餐去聽嘅食豬麥記面，就是那看，到啲明朝去看食，我只看就另外自己是迄個上地啊，伊是 Mark Wins 哈。麥威上每時正經看，你睇麥威是最介紹我看哦，我爸，我爸自己一往俾 iPad 佢意思，一直到邊看，伊講話，即係啊，嗰啲上地啊，咪看，我對看，身邊就看一條去哦。好，你食物件看了該 enjoy 呢。你食你古巴日本嘅啊，到 Tokyo 啊，哇！你叫咩啊？伊叫咩股啊？我伊是 yakiniku 啊，yakiniku 啊，即係 yakiniku，特別講係你隻貴嘅股叫咩啊？Wagyu 啊，Wagyu 嚇，喲，是咯。我看下，我很時喺想食，我很時喺去想食的你往這邊或者是Brazilian 嘅。barbecue 啊，我知道，我知道。你使做咩我講好食，我哋食呢隻係。哎呀，真係講買隻，嗰時兼隻，真係講嘅特隻。即係我隻 macam mana boleh keluar. 隻菇是定時咧，我諗是間雜貨嘅去食啦。你可能是開店呢，早起冇人食 barbecue，咁啊，我諗少人去食 barbecue，是開店我人自己去食。If you write anything， 貴咧 restaurant 啊，serve 我人一時聽都食了一個。比如好你如果是 fresh 嘛，正病一就啱啱一隻嘢，如果大佬講住係咪你看咖料是真正 hot 嘅大波，佢哋 restaurant 咖料是大波。有你兩個啲細嘢講嘛，一個喺邊跳舞啦，唱歌好多跳，好多看。倒啦，真正我名啫，restaurant 嘅名。我就是Sydney， So Sydney restaurant 啊，我到新加坡。所以大波是 Brazilian 嘅了。唔是啊。有 Brazilian 個大條啊 ，Brazilian。酷到嚟搞頭卡啊！對，一般都老嘅不食人豆，不食好的哦。酷啦個當條頭卡，一邊過來紅險你叫，一邊過來活掉路啊！
你真正唔知你點過調。誒，我除掉啦，I think 毛毛菇啊，加叉龜條啊，攏山入面去，即係慢慢叫boy啊拎去。到背鏡，就 maybe 就我背實台灣去南咩再去。咱去台灣誒，我看真貴嗰邊。等我 share screen 同人看。我除咗依 website 啦 ，Oh my god！咱去啊，有直接就是咱去台灣。驚，當佢800驚。哇！你背幾多個仔又這類啊？個厲害！特別別，我就覺得講我特別18年嘅，特別18年個新疆個門口。咩18年？咩是18年？你19年對嚟時都隔嚟拖仔時間啦，你我隔看票好啦。使，哇！你講一直是一講啊，你就 because 係你my chance 等人啊嘛，所以我係就 trust 伊個味素，伊個 taste bud 嘛。這裡我特別 interject 一下啊。especially 查米芬伊真係 passionate about 這個 point 啊。我攞啦 can 是未 trust my gen 嘅 taste。Oh yeah，because 你就冇 face 啦。唔是，伊是特行食本講好食，然後我有一道我去香港喎，我去香港，然後我大廟街嘛，大廟街了，伊講伊伊食係 claypot rice 啊，煲仔飯，哇，講個好食，所以我本隻 plan 去另外一間嘅，所以我攞 can 對伊嘅 taste 講去間我先講大廟街嘛，食，喂，未好食喎，真係。特別有可能我哋想有發生嘅，伊是出名啦。廟街嘅較濟是 for tourist 啦。伊是真濟人，香港人本有，但是講伊物件是較無好食。然後我人去到對 original 愛食嘅是 confirm 是真好食真濟。保護王道。保護燒賣。保護燒，แล้วก็จะ another case วังบาลูกาไทเปด้วยในอีปุ่นคิดจะนอเลกูบ้ามีวังจะต้องได้เสียงนอเลกูบ้ามี so เท่าจีเลยสิตัวตัวเลยบ่บีเสียงสิจุยอีทั้งเสียงสิจุยเนี่ย所以講嘅好食，我去看第二間嗬，伊是講貴啊，講只貴嘅咧啊，冇可能唔是$300我冇去食啦，我冇去食，所以是去靈東方是加。我感覺就是較有味啦，伊是講靈東方是較無味過頭一間，我感覺就是水嘅呢，所以我甲伊嘅 taste 無味啱，特別我較 trust 人嘅 taste 嘅，我較 trust 伊咯。首先我檳城人嘅 Malaysia 人嘅 taste 較像咯，感覺到只行 contrast 咪真啊，因為特行食本講好食。你看我講聽茶米粉茶嗰條，攏去台北啊，食一個鹽點心啊，嚇，食講好食，我甲去。這類啊，我唔知第四個去個都對去啊，唔貴咯，看伊物件個了，特別真貴咯。特別 actually 嚇，你保護就貴了。特別其實我嘅味素成日講我明講，特別食真正好嘅 food 我嘅 enjoy，我真正係咪 food 我邊啲 enjoy，所以我就 cheap 嘅。我本時我真 enjoy 我 food。我免講成日特別食個爆虎啊，係咪我計拉沙好食誒？我真正特別好食本啊，成日講你別食，往時較歹脆個，福建麵啊麵好食誒，嗰個歹脆。對，伊愛味素都好，愛教。特別咱一人無上本啦，有人較 suka 食咱有人較 suka 食certain thing，成日我見食誒物件，好有人感覺到上甜，我 suka 食誒物件。成日我炒粿條係，我是個只炒粿，唔是炒粿條，炒河飯係咪叫好啦？炒淡薄牛奶乜事啊？淡薄甜我較認知啊，就咱是味素正差。你第一個新加坡嘅炒粿條甜嘅，炒粿條個甜，這邊炒粿條個甜。特別無我是個只馬來西亞，actually 知唔知我頭一條我無愛去等佢哋就出名誒物件。我感覺到成個炒粿條有意思，你免講到底佢真正出名，為你家通食就好食。所以我感覺我知講，因為我知講是好食唔好嚇，特別我是 rasa 掉講，伊無，尤其是我放假對於 holiday 啊，你咪聊我點正那邊排隊啊，我買，我冇排隊食物件。我講睇大陸嘅炒粿條，我真係好食啊！我買厝嗰邊對面啊。
你啲青菜啊，見隔了人嘅全部一個啫。但有冇啱邊啊？不是，但係冇講，因為先至出來買咩波氣，送佢哋話俾，送佢哋話啷在隻 Tesco Extra 咯，嚇對，頂到嘛，嗰當เป็น Tesco 嘛，แล้ว落嚟淡薄卡哇係咧 USM 嘅冇ตัวมือ係咪啊？因為一條江嘅咯，就細條江，一江嘅邊啊，有一間嘅個別店到啲後尾邊。文華是文華。冇啦，叫巴黎嘅。啊，到啲巴黎誒啊，叫巴黎。แล้ว伊迄邊有一單炒粿條啊，有兩單就係是。แล้ว後尾餅下掉後尾餅有嘢，係咧伊炒粿條好食。แล้ว伊隻係咪嘢？你講咩？插背。要插背滿啊！伊是大波咧，同埋小同埋小啲同埋。แล้วแล้ว伊你幾漢堡要破個字？哎呦，好食哦！伊我食唔知啥刀啊！我食要破誒，我食我想我食啥刀？แล้ว是嗰有一打到啲迄個 Queens Bay 嘅位 Queens Bay， 我一隻點厝嗰邊嘅位啊！邊啊咯，嚇邊嚇你學到後背，嚇Eastern後背，下邊有一單隻安迪炒粿條，本隻好食喎。哦，嚇下邊冇好食啦，我聽講羅隻冇好食，我冇食到，下邊有單羅隻冇好食。OK 啦，講到啲大嘢啦，未使講到嚟食了。講住你個阿媽個講我哋 Brazilian barbecue 我蘋果冚起啊，what the hell？冚起啊，畢竟嚟這邊講嚟特別正嘅冇面到這邊。你講了人到啦嘅，佢看到哇！喲，你遲都食你到這邊嘅吧？個碟，八條，個碟吧？眼睛夾掉嘅。我愛八條碰，佢喺度。是豆丁嘅。哎呦，OK，豆丁嘅喺度shoot。Actually，有一個，我去喺你 Amsterdam 嘅時候見哦。還沒數，講話沒數。咦，你看我分到位啦，以前未一樣時你 shop 店頭嘅人誒。還沒見做咩？我唔知你講咩，未吧啊？我分到嗌八條買，因為真係嗌放工了。哦，到啲 restaurant 度呀？唔是店。唔是買物件 store 嗰陣。哦，我是做店做工嘅啦。哦，啊，我當時啲看物件，我笑嘛，成個做小啦。friendly 嘛 ，over friendly。係 over friendly 啊，講唔講啊嚇？等陣我係小工啊嘛，我八條會使，我係使睇你用。喲，我係使 service 啊。你幾時我先咗？你係講 normally 啊，人俾我啊。我哋講係俾我。咪是嘢都計拍嘅滾咯，5箍。有時上架咧，Brazilian barbecue 啊，你人頭 OK 啦，KFC 個人。哦，所以你是看到成 Brazilian barbecue 嘅咧 offer 啦，嚟哦。點頭。等陣我再 consider。等陣你做歪屁股出來。你都點頭啊？小一片十冇佢。我白雲吞咯，係啊，白雲吞，咪都400 calorie 呢嘛，雲吞。攞嘢出嚟㗎啫。OK，等，咱們每對你只以後減肥人食，冇一零。但做 control 咧，你成日腰是，唔是腰，你只都肩胛幫你嘅是。咁啊，是上邊個路講，成日就只我食麥當勞啊，阿妹。因為我有水講，我個存就係卡路里，我會使食嘅。嚇。就是講我有存有700卡路里。嚇。都成日就只講我上邊驚食麥當勞。都我會去麥當勞嘅 website 會去 check 嘅卡路里㗎了。嚇。有卡路里order 面啦。嚇，然後你會使到邊 select 嘢苗，就是講 ，OK， 我 select 迄個salad chicken 呢，salad chicken 呢一個，然後個 OK， 我想要食 French fries，然後嘅迄個敢若有400幾個卡路里呢。drinks 哦，迄個 Coca-Cola 係咪物件我買叫個了，冇哩，我敢若食 fries 加參迄個 salad chicken 呢，冇啊，400幾。
kasih pagi ni, but dia bamban cia. Lah sing cái món nữa. Dia bamban cia taste kalau ikan dia kong satisfy mua iya. Cái mua iya. Dia kan dia kong mua chọc. Mua chọc,แล้วkan dia lima tu ikan kalau kong lupa了。特別喂買嗱特別教我講時話買條就是特別。罷了，唔知，唔講咩。超寬啊，超寬嘅，你特別關事嗰度。try 掉，這是 A work 誒。你關事嘅，關事本嘅，你超寬條，你那是 train 關事啊。誒，所以我嘅 program 啊，你特別 commit at least 3禮拜的。OK， 我聽到。3禮拜過了時候，你 habit 對方面你就會啊。你在食那就讓你去食，就咁食。哇哦，比較滯哦。你兩禮拜drop 或者？差唔多要到2 kg 啊 ，drop 要到2 kg 啊。你係你3個物件 drop 喎，我那時講，我較濟物件 drop，哎呦，我想愛咯 ，OK， 我睇下當今 ，OK 啦，當今是1個月後嘛。所以咱免 start 過，咱講1個月後。哇，我會使超到1個月後嘅。你最少你在食？1個月後啊！喲，買啦。OK。1個月後較好啦，12個月坎坷誒。咱12個月坎坷 holiday。安尼即 Christmas party、Christmas dinner、company dinner， 耍起啦。我大就是你看那3年咯，我就是對那時哦，個確定個Thanksgiving 一個Christmas 會一個鄧蘭聖節，一個佢哋之後接得嚟。好，等住個清明個白粽嘅，清明白粽嘅，所以咱 try 看，咱個了，是講那種藝術啦，那種藝術兼備嚟講啊。你當今今日去情侶檔啊嗬，今日啊唔是1個月後啊，今日你情侶檔啊嗬，買啦。แล้ว message ว่า做隻 separate group， แล้วตัดจีตัวไม่ตัดนี้ไปหรือไป post 你 wait 知道？我在。係啊。我就，OK，等我想下打住你 group 嘅影，到底 WhatsApp 會啊？WhatsApp 嘅 WhatsApp 啊影啊 ，WhatsApp 佢影想講，你使 motivate 一下的嘛，你咪想講去 ，OK。誒，未使話梗係野夫嘅小影啊，未使。你驚同樣你講，我 motivate 我點啦，你看我。哇，你睇住哦，就是被接嚟，係你小影嘅蘑菇，佢係一個條sauce啊。頂到嘅時候，我見食嘅時候，我low carb嘅時候，我食咩啊？我食 sausage 後我換 mayonnaise。哇，好厲害嘅 master。แล้ว特別冇食到啲啊，但係很換嘅。特別就是咧，像個你嘅食菇啊。特別你下隻就辣嗬，so 我sausage 到啲嘢換 mayonnaise。我冇即個電話喎，即個炒粿條誒。炒粿條，我可能咱比方冚大嘅時候，我 message 你，咱嘅笑話，所以咱就要炒，變得學嘅咧就要炒嘅時候，那是當要在我你會使 email 我，同我講我 add 落去去。我冇。變 email 啦 ，BM。嚇，你冇 WhatsApp 啊？我冇錄嘅電話。哦，別見，我看你 after night show 時 group 入邊吹啊嘛。after night show 時，哎呦，maybe 咪驚掉啊！哎呦，那是講變得學嘅你咱嘅 member 個咧，到開始就我兼背下，即是成條白表你看咧，佢即是我背啦。鳥腰會使無？講緊你啦。哦，你然之後等下，會使看腰。鳥腰會使無？啊，腰啊！你後面咪。有冇就是咁啊好。咁問你有 call 那邊啲啊？你我咪制啦要。被蠢。鳥腰啦 ，because 有時我當今部我是去 cardio 加 weight 啦，所以那是 lose fat gain muscle 咗，一檔未講清楚一隻。
你會使穿兩個裙有一個 fat 嘅 body fat 的 percent 呢？哦，冇特別安尼講嘢，特別去 gym， 特別去 gym 了，講嘢冇得做。係下你 slimming 嘅啊，你 center 啊，你計講你有興趣啦，叫你啊，成日然後 BMI 啊，然後頭看就會使腰會使啦，腰。尤其是大波咯，要แล้ว加你使要尋位，本嚟使咧看你就俾 share 到時，總之你一個成啊，你一個 base 啦，你就再講 start point。啊，แล้ว我本特別 serious 了。我冇做，誒你使講下面本，你喲我覺死誒，你嗱老那死喂，特 every 10 years 啊，我就覺得學生嘅咋。你話 everyone 嘢都行開咯，等你話90歲時看，誒了，人那時做了到底 chat 位嚇，人你咩名？你名咩咧？嚟 check 眾生一族 ，BG 減肥，冇啦，邊咧學見第一 group 啊？BGHKG 啊，BGHK 嘛，咪是 BGHKG 咯。HKG 是邊咧學見kilogram 啊？哦，但 OK，so 邊咧學見 kilogram 哦？對。BGHKG，so 嚇，你會使講成個exercise，你家就有 exercise 做下面物件，到底邊講乜？所以 sometimes 你講嘅時，你看到別人哇，今日藍去 exercise 50分鐘行50分。有人特別啲咯，有人食物件好呀。食物件，係咪嘅？係咪嘅？你講有冇聽到啦？翕食嘅物件，講翕食嘅物件。買係你話買就係俾。你那是做我背我睇到出。冇，就是你 at least 你翕出來，你就知你見你食過係咪？哦，是講你看你食你 diary 啦，成日講你。唔係，你今日會使食，咁雞未使食你嘛？邊嘢你嘅未使食誒，看你我看到不拖有就亂夾點邊啊，亂嘅 lunch time 是為 night time bed time 嚟就哦。你錄嘅 lunch time 唔係夾，我哋小英 please 夾我夾啊，夾你好嘅物件對呀，motivate。So OK，所以咱看 exercise 是咯，at least motivate。當今我上面流浪，我而家成個流浪嘅。我當今 exercise 時候，我冇面試過做 exercise 時面，我見到啲 treadmill 呢啦。我見到啲 treadmill，但是咁我見我 treadmill 咧，我冇同人講過，我哋就話對時我有骨聽咯，知哦。喂，有骨聽年佢2年啊，差唔多係。然後喂，伊到底我腰嘅邊啊，多邊嘅卡吹頂面嘅，但冇 muscle 係邊腰嘅邊啊。我聽2年就一聽哦，伊佢是我後尾時我冇發覺到一個呢，是我 muscle 係我卡吹嘅頂面頂，我你看。唔是我都看我卡錢，我是講 position。誒，我有掉哦，我本是掉安尼款哦。啊，你水啊，水聽，我是靠卡解嘅時候，伊靠卡聽，伊成啊，伊 never 好嘅就，伊是直成個水呢，可能是水呢，可能。就是我是我讀到伊嘅，咱卡住入邊有腦地 muscle 啊，這邊啊 ，muscle 後尾是咱 sciatic nerve 啊。sciatic nerve 就是落架去你卡底啊邊嘅咋，所以有人 sciatic nerve 那是伊條邊嘅時候你把卡把，特別我冇咧食啦，特別我嘅 muscle 係定啊這邊一按啊，所以擠掉伊嘅即個 sciatic nerve 啊，所以我聽時我用是落聽到，唔是就啲頂面一落架去，但不過後尾我 hamstring 嗰邊，แล้ว個起個我即腰骨頂面較明咩酸聽，所以我聽到嘅時，我是想講我到啲 treadmill 有直接我走嘛，就是曉咯。before 對馬來西亞時，我走咧嚇，即係唔是 last year 就係 the year before。我走咧時，我成日補掉嘢 something 就咧未好喎，未好上班2年後就，你冇講死我未使做 exercise，我見我拖掉伊嘛。問題係有時時我未得閒，我講我未啊，我哋感覺到成日講。但是我冇叮當啊，我辛苦難難按，所以我特別驚，我冇講驚就係講我驚唔慢，驚好一禮拜呢，我一禮拜做個3-4刀呢，冇聽完全冇聽去，到底你冇聽個煞去哦，我冇做真正即 exercise 我驚呢，特別我驚怪快，本來特別我 treadmill 我驚係吧 ，usually 3.5 to 4 miles per hour 啊。
miles per hour 3個是4 miles per hour 咧，我行about 4% grade， 所以有特別斜啦。特別我行，我冇講成個行，我行咧係成個路成個去飛機點是飛機叻咧是人款嘅 speed。OK，我冇走嘅嗬。我冇走，你都是我頂陣就是 try 走咧，試過就是傷到我咯。哦 ，maybe 你行過啊？你看較緊。我未我夠過嘅，我就是講我去行試嚟講，我哋老真正佢辛苦看。特別當今咧，我行是行 for 我係 back，so 我 even 到成定節嗬，我 feel 到大熱啊，做緊段啊大熱咧嗬，你冇個行我冇行聽嗬，所以我行是行個3然後呢，所以我慢，冇講慢本來我行 ，because 我人行快嘛，所以我行已經比較濟人快。對我嚟講3是 normal 嘅行落 speed，所以我行然後行，你有嗱看新聞啊，時看我 Netflix 然後咯，當看到我treadmill 就正邊啊樣嚇 ，treadmill 我就自這是我 treadmill 啊，誒 handle，แล้ว我 treadmill 誒邊啊喂誒邊攏未看到，攏誒冇去攏去 Snapchat 攏看，去 Snapchat 嚟看，還是 Instagram story 嘅時候我冇 post，我喺邊個時候 iPad 所以我喺邊看，所以我當邊行，後尾分咗冇聽去咯，特別呢我成日我食水款嘅，特別我就是講我做 exercise 我真夠正。我變做 exercise， 我看唔到一點啊咩？我去樓頂下，我食內啦，我煮，我食個壽司，上面嘅啦我食。有時嚇啲困嘅時候爸爸，有時馬仔，你講邊山咧？嚇，到時咯。我本事嘅，我行出房喺你 gym 呀。我去食先。我係食壽司，見啲食安翻就好啦。但係食掉咯，你都話曬成講，哎呦，我做 exercise， 我 reward 我自己嗎？啊對啊，就是啊，就是啊。所以我當今我做咩做 control 我 diet 是第要緊嘅話，3我唔是 exercise 3嘅話，3我是 diet control 我嘅3。我朋友真係3是應該哦，伊人有 commit 去做係個 Ironman 啊 ，half Ironman 啊，嗰是 full 嚇，hardcore，有會嚇 duathlon 啊，嗰是triathlon啊，有人有 commit 去簽掉。尤其是 Ironman 啊，直到簽掉應該是800塊 US dollar 就係喎，所以簽啊，一定要做嘅了啊。我800塊，我去跳舞。你Ironman 咯，啊，有人散氣哦，你個 fit 氣，有人不是成款特別你們愛冇講愛嘅嘢咯，我表。嚇，咁佢哋都走緊啲行過咧，嗰條河咧借女。你唔是嘅去食啊？有啊，我唔要去食，我自己出嚟。我比如講，我安尼講，小水3.8，搭架車800，搭了800，架一路嚟走42 kilometer 就係哦。嚇，所以講搭了800，點先是講？呢度邊名講話 MKB 嘅 MCB 嘅啲背後，安尼借女個安尼做啲刺針嘅工具。呢個可能累積啊，你咪學我把累我嘅電腦順咯。嘛是誒。喂，特別啊，我想見你2018，我係 commit on duathlon 嘅個走搭3集，แล้ว走個。哇！我 try 下哦。因為不是愛 train 嘅啊，冇你簡單本嚟。是啊，嚇。搭我是 OK 了，搭架車我就落嚟有搭嘅。想係走5 kilo 啊！我未走啊，我未。5 kilo 後。喂，你別好事啊！喂，你未走。這裡啊，有安怎講啊？伊有伊嘅辦法，安怎走嘅？我到時我朋友教我都做掉啦，做掉我又俾佢攞年咯，我賣啊咯，我賣啊！特別你人去做咩？你係辛苦誒，你知你嘅辛苦嘛？所以你去做，特別我哋有見嘅是食，我那是我無插我做安怎，係咪做 exercise 唔好？我哪做 exercise 我就哪隻啊隻，見隻啊隻。你不要做小嘴啊！就我係朋友有一個本是佢是走 marathon 嘅，แล้ว伊呢本有問題แล้ว，所以伊是 download 一個 app 是 free 啊 ，Freeletics。伊是Freeletics，所以伊是個 low impact 啦，是講本是 exercise 個怪穿嘅啦。我係想 exercise 都閒呀。是咯。我哋是攞 exercise 啦，買走你係用。try 一個 app 咯，伊是 based on that，伊 workout 伊怪 fit 嘅。
你食伊袂走呢，當叫你。OK，佢哋我有你講第一當叫我你有時你個 share 話啦，就攏在講咩 exercise health tips 個咧，就到電話 group 嚟 share 即係有時講你人愛參加攏是被 serious 啊，有時講人冇 serious 就嚟叉小小，係揾得突出啦。share 佢啊，係你等條啦。嚇，我即是講話嘅。特禮拜一，我 post 邊咧學嘅 show 時，你講我講你 weight 是就係你腰你哦，特禮拜報告啊，特禮拜一報告。pressure，一個月1號起啊，冇，是啦，見到你起，見到你一個月見到自己，見到然後十幾個坎坷，我今日冇個只個8個半時呢，去博啦，拜幾個只無飛，嗱，今日而家好多拜一 start，哦，你拜二無飛，拜三 start，拜幾個無飛，拜三未拜個，誒你拜個邊？冇俾唔見啊！你會使啊？食一半咯，無非食一半好啦。食一半。喲，食個行聽嘛，仲講食個行咧，你笨知啊你講下你 athletics 啊？因為啲 model 嘅現在嗰了就結了哦。model 條條是結的啦。真正水嘅。伊無理由 show 一個肥嘅人做嘅咧。啊，無理由叫我係面去做嘛。你講有備料嘅喎？啊，你看到伊 app。誒，咱若是咱被人參起嘛，被獵咯。我有3粒，我有2粒 man boobs，加一粒不到3粒。你5粒，你係頂個2粒闊。5粒三大話5粒呢，等1粒。等完OK，等我收到兩個電話咧 message 啦。OK，so 我係哦 share 好รู้แล้วจอน我看到我未到頂做，我等埋落了時我去做，我等你看你個攞毛啊，當然。OK，咱每博一零，看伊學人嘅 tips 先咋？博一零咧參冇博一零，博一零是咱先生 motivator，特別係那熟人。少1寸3 kilo 呢？伊 mute 掉咪嘢，走去食啊！Maybe 係存400 calorie 個佢睇食咩得？冇嚟存50年，呢啲有學過後面嘅50 calorie 啊！食瓜子，細地乜瓜，細地減啲水乜減都講減啲。我是細，我講食淡薄細行食，好把耍，特別我去遊路時啊，我食個料，你食個包冇？你食個幾包？你八關下裡面先10幾地啊！話你咪是加細地，特別你食個料係幾？哦，你講到8個冇辦法，你就要轉話你1 kilo，咪你先你100塊。嚇！冇啊，你見到條路俾垃圾呢？哦，你用冷白㗎？冇啊，จอน你知道啦，你大擺去食小擺啊？哦，7條來啊，7條路晚上，哦，伊做咧細地八關。哦，多地我是講喺你出名喺間EG boxing 嘅。哦，你叫咩我嚟嘟你啊？EG 有 boxing 嘅我嚟嘟啊！我嚟嘟。我嚟嘟 ，OK，serious 啊，人咪散，就會 join 啊，等我看炒粿條咯，炒粿條藍，แล้วก็就個特別嘅 join 特別嘅。特別驚未講咩，特別雜包布，OK，雜包布我有你電話了。OK。毛毛菇嚟啊！摩托鈴，嚟啦！摩托鈴嚟咧？嚟啦！是摩托鈴還是毛毛菇？毛毛菇，你做小嘅，你而家只係生嘅，你係做小嘅。生啊！誒，但是講 OK 啦，你哎喲，但是講絕啦 ，within 兩個月不 within。前幾日行考啦嗬，2個月冇刪掉嘅嗬，就 kick out 啦。哎呀，你2個月先知啊，冇路俾你，我刪掉我個。
pressure 咯，你要死啊！誒，無人哋這個要春背啊零命，201啊，真係佢每個時節啊，你真係萬都未了解炒粿條嘅心情啊！時節菜啊，咪食了當條命，你真係我媽媽煮個波斯咪食了條命，你講按照第三呢？唔係食半一半嗎？半一半。先至後你只10個節好，遲只個10個，乜是未背？你個有慳10個節200咩？start 節啊，地主食10節啦。10個節會背，我食一禮拜都會背了。你做是做 restaurant 嘅，我知安尼謝住。冇嘛？誒，無咱特別好心啲，咱特別 accountable 嘛。例如講，你特節180啊，冇你80個kilo，然後禮拜81 kilo，然後嗰個禮拜83 kilo，乜你使啊？乜你有效啊？你特別是想講，你特別有，你別使線嘅啦嚇，往每人講嘅，你是線嚟講下，你條老細嘅啊。我都先落西流個山，但是都先都背攞背。冇，咱嚟看下，咱嚟看，咱特別講下，你一個節南邊啦，嗬，你特別你 net lose 啦，特別 at least 一半，哎呦，一半幾 kilo？半試嗰時900 gram。只康確山你換咗好。特別勤苦啦，咱別使講啦，咱特別算8%啦，對。你成日講你別算8%，你別使講我就是較濟山較用山過啊，查某步，伊查某個勤苦條勤苦山了嘛，查某。然後第二條一般咧濟攤 lose 嘛是無，咱成個我真正我 lose 10個半我都未試過，你 lose 10個半你冇辦法啊。所以你看是你就算8%咯，那是講你無。叮當掉，咱免算啦，免講你 strict 啦，你那是無刪掉啦，兩個節後無刪掉就 kick out 啦。啊，你 kick 我邊啊 ？kick out 咯，自己靠時間 join， 我靠時間 join， 住 join， 做咩？冇道理。invest number two，invest number two。嚟啊，直頭。冇道理。你直頭啊，你就 kick 我自己，我自己佢後端啊，我繼續更啱。episode number two。誒句哦，10個佢後佢出你喺呢邊咧，你先接俾食得嚟。我就是話，你就係講咪就誒，我即係 mentality 啊，我 totally 明白。我成時講，我要 start 兼背後去啊，我就啲 excuse 隨起來，哎呦，佢一年過去啊。然後我哋突然呢就事情，對馬來西亞是真 stress 嘅，對馬來西亞是人同你講嘅，你都背啊，就同你講嘅。有人肯講路咩？有啊，佢報。對。條是 VV 娃娃了。喂，我接觸點講嘢。你講嘢 enjoy 哦，你講嘢 enjoy 哦 ，VV 娃娃。好啦，我呢度買。依愛背啊？依愛背。依愛。是咩？呢度買山。呢度冇啦。冇得看看啊！愛個，攞梅攞自己梅啦，就人愛，攞係使你講人使做 admin，人 original 嘅 member 佢了是 admin 啊，我 set up，so that 你愛就愛招，人愛接啦，冇人使接來。OK。咁啊，變成學嘅 member 啦。變成學嘅 member，免講變成學嘅 member 本啊，你使到啲，你到變成學嘅人聽到人朋友，冇使愛 join 啫，就是我係 support group 咁樣啦。哦 ，OK。แล้ว那是講你有成個濾波啊，是日本未 join 啊，咩使？未啦，等陣 join 一協佢哋叉燒食應該榴蓮啦。有機，有機啊 ！Oh my god！誒，你攞嘅名，咁係你變咗學嘅名，咁我死起來先。啊，死起啊！變咗學嘅名，咁應記嗎？誒，我 create new contact。這就是幾好玩啦，這最好聊誒。毛毛菇啊，伊咪專門表見你意思咧contact誒，伊只隻，伊是我聯絡一句，我是去催伊誒。伊是你嘅 contact list。伊是我誒headquarter啊，到底邊嚟？啊，OK 啊，咱 commit 啊，呀哈。
有當時候可能就到啲 chat room 嘅時間講咯，講可能係新或者係係咪？有時個考慮 target 啦 ，actually target 啦，唔使食上大，target 上大就驚，成個咪係30 kilo 啊！哎呦，我逼切啊！我就走2 kilo 半界都就我。但是我話都講集啦，但是我下山嗰時就嗰時就嗰時我中學嘅時會，別啦，你特別 realistic 啦，你特別 realistic。我定頭嘅時我講緊我大學畢業，到頭潮咯。我大學畢業嘅時候，把你個150半啦，我當你180倍半呀。So 我是變關嘅哦。我只山咧，我大學畢業嘅時就山，แล้ว我特別我貴嘅時候，我係逼我當然我就是得逼180倍是得逼呀。我都估真68 kilo 呢，36。哈，68 kilo，然後我68 kilo 是哎呦買衫就用買嘅，真係咪衫尾穿嘅水嘅，當今日買衫未效果看，買一套杜蘭買去 shopping 嘅，然後我是講我冇去買衫，只久就是講我肥嘅呀。你知我老是個穿暗的衫，個坎坷了咋？你唔知係咩？阿你射淡薄，嗰時愛啱你把你安尼背多淡薄。明白啊，當轉明白啊！你時講哎呀，佢哋買咧，我生起咧。係啦，你幫我把你買一個別轉我就10分鐘，你看自己愛看啊。啊，那時候燒掉咯。梗係明白有自欺欺人啊！少，你請佢只個自己撈自己看佢嘅了，對啦。冇咩穿佢啊，但係碰佢一時候你搏多條傻條，直接碰巷咯，對啦。我，哎呦，你熟掉你搏多傻條，搏多隻頭你可是，哇，另一堆係情話咯，等於我對是上咗情話啦，等於。聽佢話啊，領定一幫有講過吼，咱行路本好，坐本好，咱。盡量熟自己嘅腹肚起來，一個尾本是會生嘅，你知唔？意思叫你 engage 你 abdominal muscle。我特擺咪是 engage， 我放曬是咪 engage 咯？我不 engage 啊，只小巴是有 engage 確斷。不肯靠，冇一隻啊，一隻靠。你放嘅時候，一咚落去架樓都誒係。你把燈佢判住佢。哎呦，是我大包個係死係幫住事啊！你靠只暗事啊，แล้วก็我個白靠大啊，所以佢就偷靠到一個偷你撩啊，แล้วก็係幫啊，ก็沙士嘢咯。嚇沙士啊！你哋是買偷啊，是講你zipper 嘅坑位之類，是我靠個眼啊，未知話超會幾個叉呢個屙出來。我出來咧是幫咧是被剪到對試過拍剪啊，日日剪啊剪。你估驚？你拖連經，你開車經過嗰啲大一波呀？nghe tiêu à? Đi cụ chất做見啦，無情嚟開啊！哇，激到笑，成間時間你去車經過第一倍啊！你當講了，你當講了，我梗係衰呢，阿明。哎呦，當佢衰都講成我成個哇熱胖啊！OK，嗱我當然有，我當見有諗嘅諗媽我有啊嘛，แล้ว插佢條我唔รู้㗎，但冇估㗎，我講了是住但係幾好玩是住一個另外叉 B 款，一般嚟，叉 B 款插佢條啦。啊，我諗本嚟。OK，我只係 motivated because 大人講我背我本冇咩拉沙啦，我第一拉沙係嗰個係 mother 講我背。哦，伊大佬 complain 我散嘅，伊只講，伊大佬 complain 我按咗兩日散期嘅，伊只講我背呢話。係啊，你是咧下計啦。你笑啊！兩講嘅到時就計啊。碌幾攞幾條？哇！係咩嘢？你冇嘢咩？係我9集啦，我繼續 over 係我9集啦，20 kilo over 啦，我係 lose 10集啦。嗱是係9集啊？要諗特別 realistic，我講諗特別 realistic 喎。你誒咩？你9集啊？你企個70 kilo 咩？應該別落緊啲借啦 ，as close as possible。OK 啦，咱 set 咱 goal 係是較細 goal，
人是你咪想講，你講 sometimes 你會 lose 20 kilo， sometimes it takes 1 year 是較加過一年啫。是咯，一年冇可能未。你咪 crash 呢 diet 你看你嘛 ，because 你未 maintain 嘛，所以你特別嚟講 ，OK 一年嚟講，你 lose 10 kilo， 所以你一個月入面你會使 about up to 1 kilo 你看一年入面，所以 OK 嘛 ，realistic 嘛。除非你破即一年若是10 kilo， 我真歡喜本咧。我冇想，我冇想。我當今是92啊，我那是3個村88啊，哇歡喜哦！因為我這暑假破病時，喲，破病時冇食了一頭哇，生氣，發到脾氣，得滯就嚟啊！老曬看等你破病好，一條牌不啦了，想。你對還啊搏殺者。未啦，你吹臭。未係你掉嘅水，我別老細。哦，會聽。老細。特別你廿路啲，你廿路啲，然後你放開過去，然後你阿格又吹，然後可以成班個。有人肯做嘅，咪啦，食咧糖就去到嘢嘛。我咪講，人做嘅diet 嚇，特別是 healthy 嘅，人特別，人未使做咧 extreme 係食啲喎咩，可能未使。我去拗啊，我去拗未使啊，做 beauty。成我某呢舊年整隻青蘋果，了，佢舊年整好，伊唔知咗行落六坑咧擺卡去。哦。哎呦！伊擺卡所以未行咧行肥，愛水嘛舊年嘅事。所以舊年整幾個月，然後伊特日食青蘋果，然後食一日食一頓，然後 replacement with 青蘋果。哦。伊散啦。哦。伊無會聽，伊散啦，點講伊個物件無好。無吞嘅事。喂，叉燒啊！哦，食青蘋果。個 stress for wedding 啊，個未驚咯。哦。個未使好嘅問對，問對，因為伊個半大 exercise 咧，當見伊個半你人個半大咧，所以近日愛 diet。嚇，我唔想，特別我特別做淡薄 exercise，特別咧到啲 motivation 時咧實講咯 exercise 淡薄。特別可以正主要些 group。特別講到對 exercise 啊，我若是無 exercise 啊，我今仔日有可能110幾路啊。我 exercise 哈，我若 exercise 我當然是 maintain 下條哦。我 after 我 exercise 我 maintain，因為我 maintain 下我93，我定定 exercise 逐禮拜一刀2點鐘搭架車呐。伊 maintain 咯，然後食本愛淡薄高本啊。食淡薄高，伊是未。較有會咧，是個較艱苦嘅，你特別難嚟。慢啊嘛。啊，對，成日當見嘛，食本食較少嘢，伊未食濟嘅。對。我那是會食，成我40幾歲整。我那是會食，成我40幾歲食時啊，我當今有可能我落300 kilo 嗰度。我當佢就係啊，食都冇咩食啦嘛，特別嗰個牛背啊，特別我見食甜哦，我超看見食甜。係咯，係咪困 before 8點整買食物件咧？喲，我特別就是睡 exercise 就1點乜食咯，喲。都錯了。你話當時我食安裝我食超寬，我食夠邊去了咋？我食哈，我唔是講食飽咋，我是看啵，黏擠，啲食，我食咧你就正買咧一 bag 嘅 pepperoni 食一片嘅 pepperoni 做 pizza，我食嘢咧嚟食嘅話，食成個食特別對 chips 特別食咧，我食超寬嘅，我食衰，哎呦！那時我超寬，那時我唔使講啊，其實我超寬啊，有時嚟講嚟 struggle 你知道嘛？你特別 motivate 我啦，講 OK，讓 support 你 ，OK， 你對會使，你看，唔使講咩話，可能講去食嘅啦，佢back。咩話？你講為diet人出嚟唔食嘅了啊？咱馬來西亞好平啊，我知講你人食物件是要食貴啊。tapi Malaysia lu lang cuy tio quinoa. Oh, elah. Quinoa. Quý lah. Quý Kasi lu lang yung kasi lu lang cuy tio quinoa what lu lang cho to si replace mo yan. Lu si completely replace. Oh, lu chama.
你會比嘅 carbo，你食你會比食你半 ，because 你嘅 carbohydrate 嘛。所以我你做就是你一半 quinoa 一半半。一定你煮嘅是 normally 上 normal 嘅煮法啦。quinoa 你會煮上個半嘅呢？我昨天不過食呢，就是我食到是上個半，特別 because 我 for almost 2年了，我食 quinoa， 我食 quinoa， 我半。1 third 2 third 就是 quinoa 啦。你煮嘅時做只grain 做只煮嘅時，你煮 separately 啊。係啦，掂㗎啦，攞去。所以你煮半身啦 rice cooker 已經食哦。quinoa 都是 OK， 你都啦，Malaysia 啦冇咩病下面都是 quinoa。quinoa 都是 pseudo grain， 伊都是 pseudo grain 嚟，所以伊唔是quinoa 伊都是伊 classify under 伊個假使我冇錯都是。classify under ancient grain， แล้วquinoa 就是South American 嘅 grain 嚟 crop agriculture crop grain 嚟 so 伊冇 energy carbohydrate 伊加 high in protein so 你食嘅時上個人病性啊，下面啊，伊人會過伊人嘅physical look 啊，所以伊人無食飯，伊人食 grain，especially 韓國伊人食 quinoa 嘅啫。quinoa 好，伊是成隻枝，你看伊是細粒嘅枝。伊上個一隻油嘅沙果呢？一隻細。伊上個沙果，油嘅沙果，細粒。quinoa 是 spell Quinoa。但我昨天不過知呢 quinoa， 昨天我食過後啲，昨天我嘅 salad 是 quinoa salad， 所以 quinoa 加 grill cauliflower。你頂你人知無？特別好食。即個你人食上個食落地食 wheat grain 喎。對。伊人即個假使我冇錯啦，即個就是怪古啦。I don't know whether 伊人 still practice 喎，即個 method。伊人 before 伊人知伊個 grain 嘅時，伊個 wheat grain 啊。伊人去浸 pesticide， 即個 particular pesticide。浸了嘅時，伊個 yield 較濟 actually。但有大類 grain 咧。GMO 啦，有大類 grain 咧，就是食了嘅時，伊人嘅 idea 就是食了 so that 你會食較濟。那我見下你大家你做下你較嚴。所以伊人 wheat grain 係咪㗎啦？但係我家己咧，我冇食 GMO 嘅。I stay away from GMO。我講聽這麼說，我當晚就講，就講你個地哦，就講有地個嘛。就講我馬路來嘅，我 message 我嘛，因為我講你大我 actually 嗬，我平常時我食我 normal 嘅，我要見到上面我那是 sustain 啊，我是講我超寬就對嚟是我特別，我 diet actually 唔講就正歹，是講我係 habit 食物件 habit 食歹，所以我係成日直巴了個直硬煎，可能就。所以我直食了半暝啊，跟飯可能就食。平常時我 normal 嘅 meal 係，實昨天我想，昨天我食是 quinoa salad 加 grilled broccoli， 伊裡面有 cranberry 加 pecan 加 goat cheese 加 grilled chicken， 所以食 healthy 不管食幾本那個安尼大呢。特別你嘅 dressing 你用係咪 dressing？ It's lemon juice 呢。แล้ว所以特別迄個店是往昨天 order 伊個จามhealthy 嘅 life， 所以伊 portion 咪成日看安尼大安尼咁管啊，不管就係，所以就是講我無歹寬啊，超寬啊，我會散嘅，是講我當今是，我就講對馬來西亞腦袋啊，嚇，變做你成 fell off the wagon 你一頭乜插伊去啊，咯。嗱，成個我這個咧就是我 experience 啊 ，because last time 咱 you know John 成個路啊話呢，咱來這邊，佢踏車時無累。แล้วมีแกปันกีเบๆจะactuallyจะแล้วไอ้สิล่างไอ้ตายก็แล้วสิสวกันแล้วไอ้สิว่าขี่ Boston ไอ้สิว่าบัตรเลย because that time ไอ้สิว่าบัตรสินะสิลูกคุณมา so เรากอง and all these things
人我甲外婆讲哇 fuck 人嘅大一甲得起个了啦 ，so 对我人 start to 食 healthy 咯。So 上个我 experience 就是有一道讲 OK 食 salad，so 人无食落地安尼只食 salad，我婆讲6個月啊，講緊咧個未散咯，然後我講哦對哦未散咯，一成小氣個上來，未無理由嘛，未散啊，食曬嗰個未散，一成自敗，伊 dressing 嘅數，你食 red dressing。哇！頭先擺聽到大粒頭咩字吧？So after that 時，我人食曬咧時，干那用 olive oil 呢？vinaigrette，你係我係特別係 lemon juice 㗎。特別 olive oil 啊，講個 olive oil 起來啊，人嘅胃買 olive oil 啊，會飄，我捌看過幾哪裡飄啦。because 我對佢嘅時，我有去 supermarket try to 去選看，如來 product 或係咪 product。所以我看較濟人嘅胃買 olive oil 加了就是較好嘛買。你買到落去買啊 ？Because olive oil 啦有真係濟槍嘅，知唔？啊對，even the US 本啊 ，US 本有啊 ，US 本有槍嘅。So 有真係 OK number one 就是你未曉半行嘅。你去 grocery 買咧，就是買 California olive oil。California 就是講 California 來咧，有一個 California 嘅票啦，一個 California olive oil，啊，迄個就是伊拉有 certification 嘅。哦，要再講你有正嘅。然後我用嘅 olive oil 就是我用 Diallo。Diallo is 伊朗無。Okay, how to describe 啊？可是食死嘅 olive oil 啦，你食嘅時啊有真係濟 flavour 嘅，有帶嚟 genuine olive oil 啦，你食有帶嚟就是 peppery 嘅，有帶嚟咧，上加我食嘅 Diallo 咧，伊嘅味咧上加更少嘅味嘅咧。哦，所以你倒淡薄 olive oil 咧，你夾 bagel 去換呀，你食啊，你後頭你食條落地知無？然後你換 olive oil 特別你嘅落地加 olive oil 換呀，你係入去啊，你想加食banana pudding 嘅呢？哦 ，because 伊有 fruity 嘅，有 fruity 嘅味，所以假使食死嘅 olive oil 啊，加香嘅 olive oil 啊，有真係濟清楚嘅。是人困嘅啊，所以我去看人嘅胃啦 ，because 我有講嘛，我有但是有煮 pasta 了誒，只有講啊，我有煮 pasta， 特別我講用蝦米 olive oil 煮。一講啊 grocery 嘅啦，有即個 grocery 就再多一個位啦。所以我去嗰邊去選，我講即個票，隔離都是隔離好嘅票啦。啊 ，OK， 當今摩托零啊，伊會車行。去車嘅 ，OK 咧，小等差唔多6點鐘。OK，所以那時講講最咧有興趣去參加，我係使 contact 啊摩托零，唔是對，使本啊，人個咧做 admin 嘛，我做人個咧 admin，所以雜貨鋪啦，摩托零啦，蘑菇啊，炒粿條、炒米粉、淋嘅話。OK，了時到底我即位了時，就人愛參加，攏同啲我咯，但係 message 我上面甲我講，了時我甲參攏 join 進去呢個 group 嘅。OK，希望咧嚇咱舊幾年，咱無咱6月節後啊喲，6月時咱嗰陣做隻錄音看咱生落隻啊。target 是有隻 pressure，我當然後尾食成，當然去食隻當然。大概有刪掉就會使啊。咩呢？咱嚇有刪掉就會使啊。是看你有心無咯。sometimes 就看人刪咧嚇。那時我看到炒粿條刪咧，我想哇，我本愛，我本就以後看刪咧 maybe 5 kilo 哦，吼，我未啊，不掉啲，我本時候愛刪咧，咪是 motivate 我咯，你看咯。但係 sometimes 我 stress 咧時我食較濟啊，所以人明白啊，那是講伊3 kilo，那是我起5 kilo，就是講。是個 stress。
哎呦，會使攞嚟讀話本嚟啊。weight transfer，人講咧 admin 嘛，weight transfer 對，咧 energy transfer from one form to the next 嘛，所以一直 weight transfer，到啲差鬼條 transfer 過來哇，我個 transfer 佢去毛菇誒。來。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希望咱今年1月1號啊去啊，3月我哋是當今12月，咱有priority 啊，咱先 start 先。OK 啊，咱6月4個到底嚟再看嚟會安怎哈 OK， 拜拜。拜拜。